大家好，我是 KMN 来，我是米希，我是江峰。今仔日咱要讲的这个主题是法学，咱想要甲法学放伫这个同性婚姻的主题内面来讨论。大家应该还会记得，我读什么系呢？台法律系。无唔对，我是读台法律系。啊，讲到读法律系哦，大家人可能想讲法律系伫台湾上有名的是啥？出总统，对吧？吼，咱最近几届总统拢是台法律系毕业的。啊，毋过若除了总统以外，吼，讲到法律系，大家就讲啊，法律系嘛，你读的就是读法律。啊，毋过真正要讲起来，法律系到底是咧读法律的啥呢？好，譬如讲，阮是咧读法律的历史，法律的历史，也是讲，阮是咧读法律的一种哲学。啊，嘛有人可能敢讲无啦，你讲的迄真正是上困难嘛。咱咧读法律的人要创啥？爱来做律师，要去做法官和检察官。好，所以来读法律系的人，你学的应该就是法律是啥物？法律应该爱安怎来解说？所以今仔日，阮特别来甲大家解说一下，到底法律内底有啥物物件？咱平常时讲到法律系的时阵，阮是咧读啥呢？啊是咧读啥？我唔知啊，你是咧读啥咧？好，无要紧，咱来问看卖江峰吼。伫你平常时的生活内底，若讲到法律，你感觉和你上有关系的法律应该是啥呢？可能是这个民法。民法的法。这民法内面哦，分做5边，有这个种植、罪、物权、亲属、加继承。头先有这个种植、罪甲物权，因为是规范这个人民的财产关系，所以嘛叫做财产法。啊，后面2边叫做这个亲属加继承。因为是规范这个人民的身份关系，所以嘛叫做身份，还是讲家庭法。啊，若是讲到这个身份法，也是甲家庭法哦，近年有真侪人咧讨论的议题，就是这个同性婚姻。这同性婚姻哦，2年前嘛，有这个公投，啊，公投的结果吼，就是爱用这个专法来互同性爱当结婚。啊，这个结果叫什么名？结果叫做实字七四八，袂啦，无唔对啦。是安尼讲吗？啊，就大法官做的这第748号的这个实字。748号。这个实字无唔对。啊，若是这同性婚姻甲室外婚姻，就是甲外国人结婚的，这议题就叫做跨国同婚。韩国同婚。其实跨国同婚这个名嘛会使啦，只是阮感觉讲。你讲，譬如讲跨性别，咱讲韩性别；讲跨国，咱讲韩国。用迄个韩，阮是感觉讲听起来有一个台语的一个开口啦，所以阮才会用韩这个字。是拢会使啦，拢会使，无讲跨国同婚就是唔对啦。对，会当安尼讲。我头嘛有注意到一个现象，注意到一个现象，大家人来买当你伫厝里看影片时阵，会当试看卖啊。咱头来讲到外国对无？外国的外迄个歌，你的迄个 G， 外国迄个歌，有时阵咱较紧张，也是讲较紧的时阵，迄个 G 就无去。啊，若伫语言学内底，阮就讲这叫做 G dropping， 啊，就是你的这个歌单调啊无去啊，看咩？外国变成外国。嘿，啊嘛真侪人，即马可能讲，大家人譬如讲少年人，你无遐定定咧讲台语，所以你台语可能会讲台语。也是讲。我是谁？你可能会讲我是谁？这代人其实嘛会当有时间你会当注意一下。真重要。商法内面包含以下这个法律：公司法、票据法、证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甲劳动法。啊，这个法律就是规范甲商业有关的代志。譬如讲头家和伊的员工的关系，这个拢是伫商法内底决定物件。安尼除了这个民法和商法以外，阁有其他无共款的法律。有时阵伊规范的代志，毋是即种私人和个人，也是讲公司和公司的代志。伊规范的可能是一个和国家有关系，也是讲和规个社会即种公共的物件有关系的代志。即种法律，咱就甲叫做公法。这公法嘛有分成协议的公法和公义的公法。协议的公法的意思就是讲，伊完全就是咧规范公共的
和国家有关系的代志。譬如讲宪法，伊就是一种协议的讲法。安尼，这公义的讲法的意思就是讲，伊可能规定的毋是国家内底家己的代志，伊可能规范的其实是，譬如讲你做歹代志啊，好，你互警察抓起来，你要互国家告啊，国家即摆要来甲你处罚，吼，即种时阵伊嘛叫做公法，吼，就是较公义的讲法。安尼，我拢讲着甲你处罚啦，你就应该知影，我想要讲的其实就是刑法对吧？所以这个刑法和宪法，吼，不管你是公义的还是协议的，就是咱咧讲的这个公法，哈，伊就是含这个私人的司法，吼，对，咱头仔讲伫的这民法有一个无共款的比对，啊，一个是公法，一个是司法，啊，公法、司法、公法、司法，啊，大概是这可能就是两种咱平常时会看到的较大的分类，所以比起拄则有讲，伊是即个台大法律系学生嘛。那你研究的主题是即个民法、商法还是刑法的？好啦，若要讲我研究的对象吼，其实是以刑法为主。啊，毋过伫阮的分类内底，我毋是刑法组的，我读的是基法，我是基法组。基础法学嘛。基础法学。那讲到基础法学，有时阵大家人会感觉有淡薄仔，毋知是咧讲啥，是讲啊基础法学，所以意思就是讲你读的是较基础的法学。譬如法学，譬如讲你学的就是刑法内底较简单的，还是讲民法内底，就是民法较基础的物件，还是讲刑法较基础的物件。毋是每一科拢爱学即个基础法学。就是嘿，我的意思是讲，这个人可能会想讲，这个基础的意思其实是 easily basic。全都爱讲英文。我慢慢开，一个甲你解说啊。OK。甲恁解说一下，因为这个基础法学的基础，伊讲的意思其实是 fundamental。意思就是讲，伊咧研究的是，咱来讲这个法律有效，这个法律重要，这个法律会当变成规范别人的一个原因，为什么会使？伊的价值到底是啥？这就是基础法学咧读的这个基础的意思。所以咱平常时就是讲 fundamental， 毋是讲 basic， 也是easily 的意思。这是所谓的基法咧研究的物件。啊，那以这大来讲咧。基础法学组主要有两种较无共款的方向，一个叫做法律学，吼嘛有人叫伊是讲法律论，还是法律学，啊，毋过这是一个较困难的问题啊。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法律史，吼法律的历史。当然，法律史和法律学无一定是两种完全无共款的物件。譬如讲，你会当去研究一个理论的历史，你嘛会当用一个理论的观点去研究历史到底是啥物。啊，所以毋是讲啊，你是读法律学的，安尼你一世人拢袂用到法律史，啊是讲啊，我读历史的，迄法律学我拢袂晓啊，啊无一定，这是基础法学的意思。啊，毋过若讲到基础法学，吼，有这个人对基础法学有一寡较简单的熟悉的人，伊就想讲，哦，所以你是读基础法学的，安尼你和其他来读这刑法、商法、民法、公法的人，应该就无啥物上大的关系吧？恁研究的物件应该完全无共款，有这个人会安尼想。好，那讲到这种所谓头拄讲到的宪法、民法、商法、刑法，专门研究这个法律的人，伊读的是啥物学？是啥物法？是啥物学？就是法式律学、法式医学、法式律学。法式律学。伊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用英文来讲就是 dogmatics， 用德文来讲就是 dogmatic。啊，伊的意思就是讲。毋知大家人敢有听过 dogmatic 这个字？吼，这个字意思伊变成这个实字的意思，伊其实就是讲来解说这个字是啥物意思。所以有的人你若是读过一寡譬如讲无共款的，你信无共款的教，或者教内底伊的无共款的册，你去读这个内底的文字，吼，可能就有人会来讲哦，这 dogmatic 就是来解说讲神安怎讲是对的，还是讲这个经文安怎讲是对的。这是原本的伫神学内底的这个 dogmatic 的意思。啊，那伫法律内底，阮讲到这个 dogmatic 的意思，其实就是头拄讲到的法式律学。就是咧讲哦，因主要咧研究的对象就是，譬如讲，我即摆就甲你讲，这个刑法的第271条，刑法的271条是啥？杀人吗？哎呀，你太知！哦，你太知！我是法律系。你唔知啊？你完全唔知啊？我是大一新生啊。那个不讲。嘿，271条其实就是杀人，哈，普通杀人罪就是杀人。
我有天分啦。哦，OK，就是太人这条罪。安尼，咱就来解说讲，271条应该安怎解说？什么物件叫做太人？什么物件叫做过？什么物件叫做无小心？什么物件叫做过？这就是咱平常时咧讲的 dogmatic 的意思。所以有真侪人就感觉讲，好吧，恁读这基础法学，恁可能含读历史的较深，恁含读哲学的较深，你应该含这种专门咧读法律的人无啥共款吧？针对这个问题，我敢当讲，咧读基础法学的人，确实讲有的人是对这种法律的 dogmatic 无啥物兴趣，伊会感觉讲哦，我无想要看啊，无想要去考国家考试，讲无想要做律师，无想要做法官、检察官，无爱读，无爱考，嘛是有这种人啦。毋过，至少有这个学者，嘛包括我家己，我会感觉讲，你要做一个基础法学的研究，伊共款是法学。所以你做法律史，含读历史系的人无共款的所在，也是讲你做法哲学，你含读哲学系无共款的所在，其实就是你会当有一个愈好的特色来看，这个法律应该安怎解说。你伫这个知影法律是安怎解说的这个基础顶悬，去讨论这个解说内底的问题。这是我感觉一个做了较好的基础法学，也就是讲基础法学内底的理论含这个设计学内底的这技术，其实无法度分开。这是我家己含袂少的学者，拢有共款的这个对基础法学嘅研究的看法。那呢，我想要问你去吼，你伫这个基础法学内面，你较介意的这个主分科是啥？我较介意的主分科嘛。啊，是讲你伫做的这个，因为阮知影你的兴趣是这个女性主义嘛，所以你的研究的主题应该是这个女性主义法学吗？好。那讲到这个，我主要较介意的分科，其实讲法律史含法律论、法律学我拢最介意啦。不管是讲法律史还是法律学，拢有拄啊刚好有讲到一个有名的学科，一个分科，其实就是女性主义法学。好，咱大人应该当了解讲，女性主义法学要做的代志，其实就是甲女性主义理论放入来法学内底，去看讲法学内底敢有即个无平等的现象，还是讲有歧视的现象。当然，你会当去做一个女性主义的法律史，对吧？去看对过去甲今嘛，即法律即个演变可能有，比如讲有歧视的状况。有像我的即个教授单交流，陈昭如教授，伊就这有名的一句，嘛毋是讲这有名一句，应该讲有一个这有名的研究的观点，就是和美国的即个法律史的学者 Reva Seeger 同款，因拢感觉讲过去的物件无一定就较歹。今摆的物件就无一定会较好。你袂当讲愈以后愈未来，人的生活一定会愈来愈好，人拢就袂歧视啊，无一定有这种状况会出现。这就叫做 weak his，就是辉格史观，这进步史就是进步的史观啦。这咱可能爱上看袂，到底是要咱来讲成台语，很新。很新，线性，很新的书观吗？我开始我白讲，好，安尼，这个 Reva Seeger 伊就讲一句话，伊就讲过去的这个专制，过去这个专制，伊有可能其实就是有可能是其实是经由一个转化，来甲保存落来，这就是 Reva Seeger 伊的意思。伫咧法律内面吗？伫法律内面，也提醒咱讲。有时阵你当作讲过去的即个无平等已经无去啊，其实无，伊只是换一张面。伊其实共款拢是一种无平等，即个现象的出现。这是你会当对法律史的即个角度来做女性主义法学。另外讲起来，你嘛会当对即个法哲学是讲法理论的部分来做女性主义法学。譬如讲，我家己即马咧研究的题目。我在听。你在听上你继续讲。像我即摆研究的题目，就是来看，咱有讲到刑法对吧？伫刑法的审判的过程内底，上重要是啥？上重要的物件之一就是证据。所以伫刑法内底，有一个最重要的分科就是证据法。来研究讲，证据应该安怎提出，才有法度有伊的效力。我即摆咧研究的就是这个刑法的审判，尤其是和性犯罪、含性犯罪、性犯罪有关系，这种审判内底证据，伊其实有可能有歧视。
所以我即摆咧研究就是即件代志。所以你会当讲我做的是一个较先是对即种法理论的角度出发的即种女性主义法学的研究。哦，那呢我就知影女性主义法学是啥物意思。刷落来，咱就会使来讲即个同性婚姻的议题。这同性婚姻吼，咱会当甲伊当做是一个社会运动。啊，伫这社会运动内面哦，有一件代志叫做法律加社会运动。法律含社会运动研究。OK。啊，这社会运动的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还是讲一群人吼，因看到这个社会有问题，因想要用这个体制外面的方法来改变这个社会正义的问题。近年来，台湾有针对这个性少数甲同志的婚姻平权伫咧讨论，亲像咱拄则有讲到这个同性婚姻的问题嘛。啊，大法律系陈昭如教授就有写一篇文章叫做“同感无罪，婚姻万岁”。啊，利益组合的意思就是讲吼，这个同婚会当互人支持，就是因为伊无影响到这个有色族群的利益甲地位。亲像这个12748，伊的通过就是因为吼无影响到这个异性恋婚姻甲婚姻本身的重要性，才会通过。这是这个陈昭如教授的想法。无唔对，啊不要再无唔对，每次都无唔对，无唔对，干嘛呢？可以啊，我就想说，这是陈昭如教授的想法。干嘛呢？就是啊，其实是啦，所以讲其实咱讲到同性婚姻吼，有真侪人会较直观感觉讲啊，同性婚姻这就是一种平等和自由的问题。所以讲，既然讲查甫和查某会当结婚，异性恋会当结婚，安尼同性恋当然当结婚啊。查甫和查甫，查某和查某，拢一定当结婚才对。这可能是这些人想到同性婚姻的这个较直观的一个想法。安尼当然讲这个想法嘛无唔对啦，只是伫这法学的研究内底，阮会想要更加讨论。更加较深入的去，更加较深入，更加深。所以伫法学的研究内底，阮就想要更加深入来思考这个问题。吼，唔单只是讲去讲因为异性恋会当结婚，所以同性恋嘛要结婚。因为异性恋和同性恋无啥物无共，所以就要有共款的权利。啊，这种这敢是一种真自由主义的看法。自由主义的看法，所以这是啥物平等？形式平等。形式的平等，对吧？好，咱会当真好。什么意思？互你100分啦！这就是其实就是自由主义内底自由女性主义所讲的这个形式的平等的问题。所以讲，唔是因为异性恋和同性恋无啥物共款，无啥物唔是无啥物共款，无啥物无共款。所以讲，同性恋有的物件，异性恋有的物件，同性恋嘛爱有。其实重要的唔是这件代志。咱应该更加深入的去思考，讲到底咱讲到同性婚姻的时阵，为什么婚姻最重要？咱为什么一定爱甲同性恋放入去婚姻的这个法律的导向内底？为什么咱一定爱安尼做？咱是为着什么款的实质的平等？咱是要为着看到什么，看到什么权利？看到什么款的权利？其实重要的是这个问题。所以讲伫陈昭如教授内底迄篇文章，伊嘛去讲着讲，咱咧推动这个同性婚姻的运动的时阵，有可能其实是对无结婚的人的一种歧视，嘛有可能是甲所有的资源、国家的资源，拢输送互这个有结婚的人，利益输送，所以就变成讲咱看到同性恋的处境。咱甲同性恋送入去婚姻的导向内底，结果你无看到遐无想要结婚，也是其他袂当结婚的人，有可能有这种状况。我感觉头拄拢讲到权利，这件代志咱可以讲较清楚的，就是讲头拄安尼讲，唔知敢有人会想讲，所以讲来支持这同性婚姻其实是无好的代志嘛？嘛唔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讲。咱来讨论讲同性婚姻，敢会当合法，吼，敢会当来支持。
重点是因为咱看到国家的权力，国家有一个咧运作的权力，伊对这性少数有一种宰制，是因为这个原因，咱看到国家的权力。啊，毋过看到国家的权力的时阵，咱嘛爱去思考，咱甲全部的资源、全部的运动的这个能力，拢放来做同性婚姻，敢是一个上好的做法？这敢有可能变成是为着要反抗国家的权力，变成是自私，看到家己的权利。既然头拄咱都讲到权力这个问题，我想讲咱甲解说较清楚一点啊。可能头拄有人会想讲，既然安尼讲起来，这是一种利益的输送。安尼敢是讲咱无应该来讨论，还是讲无应该支持同性婚姻？嘛毋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讲，咱咧讨论同性婚姻，咱咧讨论平等的问题的时阵，其实就是因为咱看到国家有一个权力，有一个权力咧运作。这个权力，伊去规定讲同性恋和异性恋一个较好，一个较歹，就是因为伊去规定这件代志，嘛是因为国家的这个权力的运作，所以咱爱去反对这件代志，嘛是因为咱爱反对这件代志，咱爱看到这个权力。所以咱爱来讨论，咱爱来支持同性婚姻的这个改变。啊，毋过咱若甲全部的资源，全部摕来做社会运动，全部摕来做性别的平等的运动的资源，拢甲放伫这个同性婚姻的一个目标内底，都有淡薄仔想讲，咱咧讲，甲全部的技能拢放伫共一个篮内底，就含这个感觉有淡薄仔像，无完全共款啦，只是讲有淡薄仔像，就变成讲。你为着要看到对抗国家的这个权力，结果你煞变成一个这自私的人。你自私的看到你家己想要这个权利，因为你华语内底拢叫做权利，对吧？你台语内底一个是权力，一个是权利。你为着你想要满足你家己的权利，用这个方法来对抗国家的权力，我感觉这是一个无啥好的做法。这嘛是咱咧讲这个利益的疏散，其实利益的疏散其实无方改变，无方看到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所以讲重点可能唔是咱一定要支持，还是讲一定要反对同性婚姻，应该是讲咱看到同性恋和异性恋伫这个法律的体制内底无平等，这个无平等上重要、上真正的理由到底是啥？啊，咱看到这个理由，看到国家的权力了后，完全来推动婚姻，全部拢甲未当结婚的人，放入一个所在内底甲讲，即马你会当和同款性别的人结婚。用这种方法，用婚姻和身家，用这种方法，就是一个看到而且挑战国家的权力的上好的方法嘛。我感觉可能要好好来想这个问题，重点是这啦。你不是甲我讲台语内底无使用妈这个字吗？我早就讲了妈。所以讲吼，今仔日咱即个法学甲同性婚姻的主题，就是要互大家共同来思考法律甲婚姻的关系到底是啥。所以讲，除了平常时咱看到同性婚姻的相对的物件以外，咱嘛去想，你甲同性婚姻放入法律内底，应该安怎去理解这件代志？那你想要来安尼思考这件代志，就表示讲，你要先知影法律到底是咧学什么物件。这就是咱今日上大目标。啊，毋过咱今日影片。共款也未结束，因为今日共款有10题无共款的实际和概念的问题哦。第一题，女性主义法学，微细的女性主义法学拢摕100分。第二题，传统，唔知影这个世界，敢有一个所在的传统是爱大鸡蛋鸟？第三题，法定代理人。哎哟，阮爸母老拢无伫的，我就无法定代理人啊呢。第四题，基本权。做爱是上重要的基本权。第五题，刑法。我感觉会讲出做爱是基本权的人，应该会互用刑法方掠走。
第六题，通奸。哈哈哈，通奸即摆已经无做啊，哈哈哈。第七题，社会运动。你若无去过社会运动，真正是伤老啊啦。第八题，多元交集性。多元交织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的概念。第九题，广告词作为法学步数。讲故事毋单会当作为一种法学步数，嘛是一个真好的分享你家己的经验的方式哦。第十题，带细仪。带细仪是一种伫法律史顶悬会当看到的实践。